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：今天采蜜了吗？在一个充满阳光的香香草原上，住着一只名叫嗡嗡的小蜜蜂，和它的好朋友花花蝶粉粉。每天清晨，太阳刚露出笑脸，嗡嗡就会准时起床，认真地数着1、2、3。今天要采完10朵花的花蜜。它拍拍翅膀，精神抖擞地飞向花丛，专心地一朵接一朵采集花蜜。连蝴蝶们邀请它玩捉迷藏，它也只是笑着说：“等我完成工作再来哟。”而花花蝶粉粉呢？它最爱在花间跳舞，一会儿停在蒲公英上转圈，一会儿又追着飘过的樱花花瓣，玩得不亦乐乎。看到嗡嗡总是忙着工作，它忍不住飞过去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嗡嗡，你干嘛一直工作呀？今天的阳光这么好，我们来玩嘛。”嗡嗡擦了擦额头的汗珠，笑着回答：“粉粉，如果我不每天存一点花蜜，等到冬天没有花的时候，我们会饿肚子的哦。”粉粉歪着头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冬天还那么远，明天再开始也来得及啦。”说完，他又快乐地飞去玩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嗡嗡每天都会专心完成自己的10朵花任务，而粉粉则总是说：“明天再开始存粮食。”然后继续玩耍。有一天，草原上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暴，狂风把许多花朵都吹倒了。嗡嗡因为已经存了满满一蜂巢的花蜜，一点也不担心。但粉粉看着空荡荡的花田，突然慌了。糟糕，我还没开始存花蜜呢。他急急忙忙飞到仅剩的几朵花前，可是才采了2分钟，就被一只漂亮的蓝色蝴蝶吸引，忍不住又跑去玩了。反正还有一点时间，待会再采吧，粉粉对自己说。然而，第2天，剩下的花也被风吹散了。粉粉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存到足够的花蜜。很快，寒冷的冬天来了，草原上的花全都凋谢了。粉粉又冷又饿，翅膀也冻得发抖。它飞到嗡嗡的蜂巢前，难过的敲了敲门。嗡嗡，我没有花蜜可以吃，你可以分我一点吗？粉粉低着头，声音越来越小。嗡嗡打开门，看到好朋友冻得发抖的样子，立刻拉他进来，并端出一杯温暖的蜂蜜茶。当然可以呀，嗡嗡温柔地说。
粉粉喝着甜甜的蜂蜜茶，眼眶红红的。对不起，如果我像你一样每天认真存花蜜，现在就不会这样了。嗡嗡拍拍他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”从那天起，粉粉决定改变自己。她不再说明天再开始，而是每天跟着嗡嗡一起采花蜜，即使只有10分钟，她也坚持完成。一开始，粉粉还是会分心，但嗡嗡教她一个小秘诀：每次想玩的时候，先对自己说，先完成，再快乐。渐渐的，粉粉发现，原来每天小小的坚持，真的能累积成大大的成果哦。春天来临时，粉粉不仅存够了自己的花蜜，还多采了一些送给其他的朋友。当她看到大家开心的笑容时，心里充满了满满的成就感。原来完成目标的感觉比随便玩玩还要快乐呢。粉粉开心地对嗡嗡说。嗡嗡微笑着点点头，因为这是你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幸福啊。春天来临时，嗡嗡和粉粉坐在金黄的向日葵上，分享着香甜的花蜜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粉粉开心地说，原来每天认真采一点花蜜，冬天就不会饿肚子了。嗡嗡笑着点点头，对呀，而且完成目标的感觉比蜂蜜还要甜呢。从那天起，粉粉再也不说明天再做了，她学会了先完成再玩耍，还常常帮助其他小蝴蝶。每当看到朋友们开心的笑容，粉粉就觉得心里暖暖的。原来坚持做好每件小事，不仅能让自己变得更棒，还能让周围的人都感受到幸福呢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也要记得哦，每天的小坚持会变成大大的幸福。你今天想完成什么小目标呢？一起来实现它吧！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